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嘅 YouTube 頻道。我係 Indera 易夢雅，又到咗人智學教室嘅時間啦。希望你哋多多支持 ，share、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，撳埋個鐘仔就可以收到我每條片嘅通知啦。上次講到人智學嘅核心觀念三元人，記唔記得係邊三部分呢？係啦，就係身心靈，英文係 body、soul、spirit。其實唔單止人類有身心靈嘅三元性，我哋放眼外在世界，都會應用到身心靈嘅三個部分。可能你會奇怪，物質世界唔係有物質身 physical body 嘅部分咩？淨係唔通你又要講啲乜嘢神神怪怪嗰啲靈性世界嘅嘢？其實唔係，我係想講喺我哋周圍環境之中，到處都係隱含咗身心靈嘅範圍。例如我手上面嘅呢個蘋果，身 body 嘅部分，當然就係呢個蘋果本身啦。至於心 soul 嘅部分，就係當我見到呢個蘋果咁紅咁大，好想食佢喎。我鍾意食呢個蘋果，呢一樣嘢就係我個心對佢嘅反應，就係心嘅部分。原來蘋果入邊都有好靈性嘅部分㗎喎，我諗大部分人都唔知啦。等我打開佢，你就會見到呢個蘋果嘅靈性㗎啦。你哋見唔見到呢個蘋果入邊原來匿埋咗一粒五角星星呢？可能你會話咁又有咩特別呢？其實每個蘋果啊，當你喺水平切開咁樣嘅時候，切開兩半，都會有一粒五角星星嘅形狀啦。Rudolf Steiner 斯泰納，即係人智學嘅始創人，講過大自然之中啊，所有五角形嘅嘢，或者係五朵花瓣，或者五條邊嘅嘢，都係受到金星 Venus 嘅影響而形成嘅。你哋又睇下呢一朵杜鵑花，見唔見到佢係五朵花瓣㗎？就算係呢一朵我哋女人好鍾意嘅玫瑰花，原來都係五瓣㗎喎。呢朵花好特別，係橙色嘅玫瑰花，因為佢係比較複雜嘅花瓣，所以你哋睇唔清楚係五角，即係五朵花瓣嘅。我哋可以咧睇下佢後邊嗰個花托，係咪好清楚有一粒五邊星星咧？咁就知道佢都係受到金星 Venus 嘅影響喎。有本書就叫做 Men are from Mars, Women are from Venus。男人來自火星，女人來自金星。既然玫瑰都係受金星嘅影響，唔怪得知我哋女人咁鍾意玫瑰花啦。可能你會話呢啲只係大自然嘅現象啫嘛，點會同靈性有關呢？其實當我哋仔細諗一諗，點解所有嘅雪花都係六角形，而每一朵嘅雪花嘅圖案啊都係獨一無二嘅呢？呢個世界上係冇兩朵嘅雪花係完全一樣嘅喎。大自然裏邊嘅例子比比皆是，例如係貝殼，我手上面就有兩個，
甚至係好似蝸牛嘅貝殼嘅圖案，呢個係一個其實係好多年前嘅化石嚟嘅喎，即係佢都好似蝸牛嗰個圖案咁樣。所有呢啲嘅圖案其實都係以黃金比例 （golden ratio） 嘅形式出現㗎。我好多年前買咗呢本書《黃金比例》，佢就係講咗好多大自然界裏邊嘅嘢啊，都係有黃金比例嘅方式可以揾到嘅喎。如果大自然啊，淨係隨機咁樣碰撞，就自己會出現晒呢啲嘅事物，咁又點會有咁多靈性嘅法則被人類發現呢？自古以來一直都有好多哲學家、數學家、科學家咁等等，去試圖揾出同埋討論所有物質背後隱藏嘅靈性概念同埋靈性法則。最出名嘅就係公元前400幾年前嘅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，佢有個出名嘅洞穴比喻，解釋俾佢啲學生聽。佢內容大概就係話，有一班囚犯從細就住喺地下嘅洞穴入邊，佢哋全身都係被牢牢咁樣綁咗喺佢哋嘅凳上邊，係唔可以行走，甚至頭都唔可以轉。只能夠望住洞穴前邊嘅山壁，喺佢哋嘅身後邊呢，係有嘢一路燒住嗰啲嘅火光出嚟，但係呢啲人呢，就只能夠見到火光投射去到山壁嗰啲嘅影，所有佢哋背後啊發生嘅嘢啊，都係只能夠靠住佢哋前邊嗰個山壁反射出嚟嘅影，喐嚟喐去嘅影咧，去了解佢哋身後邊發生嘅嘢喎。於是佢哋只能夠相信呢個就係佢哋嘅真實世界。柏拉圖用呢個嚟到比喻所有我哋見到嘅物質嘅嘢啊，其實都係靈性世界之中嘅東西嘅翻版，就好似影印機咁樣，即係嗰啲 copy machine， 將靈性世界裏邊嘅嘢啊印出嚟嘅啫。而靈性世界有啲乜嘢咧？就係由各種各樣嘅 ideas 意念，哲學上正式係叫做理念嘅。所有事物佢嘅原型啊，都係呢啲嘅 ideas 意念或者係理念。例如呢支筆，佢係唔會無緣無故咁樣喺呢個世界度爆出嚟噶嘛。咁究竟喺邊度嚟嘅咧？當然係從人嘅 idea 裏邊原創噶啦。譬如有個人，佢想要有一支筆，於是佢首先就係要有呢支筆嘅意念嘅 idea， 然之後佢就根據佢自己嘅意念去做呢一支筆出嚟，或者揾人做呢支筆出嚟。同樣，萬事萬物啊，喺變成物質之前啊，其實都係首先係由意念 ideas 開始先噶嘛。而呢啲嘅意念啊，係靈性嘅產物，佢哋係非物質嘅喎，所以都係好 spiritual 嘅靈性嘅嘢嚟噶。所以話，從大自然嘅各種事物之中，我哋可以學習了解佢背後嘅靈性法則。所以唔好以為物質世界只係一堆化學元素表入邊嘅死物，其實身心靈係無處不在㗎。呢條片講到呢度為止，下次我會繼續講人智學三元人嘅另一個範疇。多謝你哋收睇，再見。